QQ 軟水機改善敏感皮膚、濕疹、孕婦腎發，仲呵護嬰兒。馮睎乾的專欄標題為於朦朧之死，可挖出多少真相？中國男藝人於朦朧9月10號造訪朋友喺北京高尚住宅區個屋企，11號凌晨疑因酒醉墮樓身亡，事隔近2個禮拜，真相仍撲朔迷離。大陸公眾嘅質疑既未平息，海外自媒體亦繼續評論得眉飛色舞，台媒報道更係一浪接一浪，日日有新聞，港媒亦有報道，似不及台灣般鋪天蓋地，令人嘖嘖稱奇。先將最重要嘅話寫喺前頭，於朦朧之死，我唔相信係官方宣稱嘅醉酒墮樓咁簡單，但亦唔會將網傳各種所謂案發影片、飯局名單、陰謀論照單全收，散佈一啲毫無根據嘅假資訊，非但不能還死者公道，仲會變相協助某些利益集團帶風向，讓真正需為此事負責嘅人逍遙法外。邊啲係假資訊呢？簡直不勝枚舉。比如話呢2日媒體報道，有網民翻出佢生前多日前嘅直播片段，指佢悄悄做540求救手勢，仲喺直播中暗喊救命，又講佢有首藏頭詩，隱含今日要我死嘅信息。我搵嚟相關影片一睇，粉絲留言紛紛寫情人節快樂。原來所謂生前多日前係2月14號，仲唔清楚係邊年嘅2月。所謂540手勢係截圖做出嚟嘅效果，喊救命原因係網絡不暢，直播常常卡住，於朦朧便說很卡救命。至於所謂藏頭詩，我根本揾唔到來源，報道此事嘅媒體似乎亦未有打算求證。又例如被捲入飯局嘅中國歌手焦邁奇，有人喺於朦朧死後發佈一幅焦邁奇戴墨鏡嘅照片，然後從墨鏡反光中發現一個朦朦朧朧嘅施暴畫面，更一口咬定焦就喺案發現場。我又查一下焦邁奇戴墨鏡照片嘅來歷，先知道照片截取於9月9號，於朦朧死前嘅2日，焦邁奇喺抖音發嘅短片，而屬於同一系列嘅短片，早喺8月31號已發佈啦。我知都係早已錄製嘅庫存片，跟飯局時間不符。我睜開金睛火眼細看原片中嘅墨鏡反光，跟網傳圖片係兩回事，相信係有心人改圖編故事。呢2日我花咗不少時間，逐一查證呢10多日圍繞於朦朧死亡飯局嘅故事、影片及名單。如果喺呢度逐一變偽，可能要寫上1萬字，隨時仲會有人，不管有心抑或誤會，指我為疑兇洗白。我只能簡單講一句感想：網傳嘅各種消息真假混雜，有好多只要你認真想想，自然睇得出係假嘅。我唔浪費時間解釋啦，不如直接講講我相信乜嘢，懷疑乜嘢。於朦朧嘅死訊係9月11號公布嘅，我相信越早流出嘅資訊越接近真相，接近而已，不代表完全反映。越後出嘅就越多不同勢力喺度播弄加工，藉此製造佢哋想要嘅效果。咁樣最早嘅說法係乜嘢呢？9月11號上午11點25分，微博賬戶名偵探小燕發帖引述知情人士講，於朦朧9月10號與5、6個好友喺朋友家吃飯。9月11號凌晨2點多，於朦朧返回臥室睡覺並將門反鎖。凌晨6點左右，朋友散場冇睇到佢，走到樓下發現咗屍體。有個遛狗嘅鄰居睇到並報警。據悉佢兜裏仲裝住朋友嘅2個勞力士手錶。紗窗被於朦朧扣開咗。目前警方已排除刑事案件，具體原因還在調查中。同日12點24分，名偵探小燕修改咗貼文，有關勞力士手錶嗰句刪除。到咗當日下午4點幾，整篇貼文都被刪啦。自此之後，名偵探小燕就冇再更新微博。如今回看呢一條資料，所有能夠查核嘅內容都證明係千真萬確，包括於嘅死亡時間、地點、警方排除刑事嫌疑等。佢嘅消息的確非常靈通。然而查核不到嘅部分先至係重點。死亡過程係乜嘢？公眾唔知道。朋友嘅2個勞力士手錶是否存在，亦唔知道。但我相信係真嘅。最重要係嗰5、6個好友係邊個？喺正常社會，
一個名人若喺酒局中意外喪生，而其他朋友又確實冇責任，咁根本無需隱瞞乜嘢。而家于朦朧離奇死啦，警方幾乎馬上排除刑事可能，連當晚有邊個在場亦唔公佈，好友全數噤聲。光憑呢一點就可推斷案中有案，于嘅死因極有可能跟在場好友有關。官方將關鍵資訊壓下來，自然係因為好友中有特殊人物。然而官方不公佈，網上亦會流傳未經證實嘅名單。9月12號便瘋傳一份6人聚餐名單，名單上除咗包括導演程青松、編劇極極光原名李明外，仲有于朦朧嘅經理人及助理。截至今日，依然未有人承認身在現場，包括于嘅經理人同助理。但睇睇名單上某些人嘅反應，仲係有蛛絲馬跡可尋嘅。程青松2次喺微博上否認參與酒局，仲發咗4個微信聊天記錄，證明自己另外有約，當時不在現場。但不少網民睇到聊天記錄，都懷疑嗰個係 P 圖。更耐人尋味嘅係，程青松喺9月11號上午11點12分突然發咗一帖，只詭異地寫上好吃2個字，隨後即刪除。幸好有網民截圖留底，儘管冇證據表明程青松跟于朦朧之死有關，但圍繞佢嘅一啲疑團始終未有答案。另一個榜上有名嘅極光光，事後不但未有回應傳聞，仲直接刪咗微博，令人覺得佢心虛。9月11號，有人喺案發現場樓下拍照，顯示除咗警方外，仲有2個男人一站一坐，站着嘅黑衣男子拉住白衣男子嘅手，疑似喺度安慰對方。據南方娛樂網9月12號報道，于朦朧飯局成員被扒，疑似編劇極光光嘅家，本人連忙刪博關評。嗰個白衣人嘅髮型、穿搭都極像極光光。網民仲比對咗極光光之前嘅家中自拍，發現格局跟事發現場非常相似。我認為喺眾多嫌疑人中，呢個極光光的確比較可能牽涉其中。當然，我知道後來又出現17人聚餐名單，呢個名單仲有2個版本，但我覺得都係偽造居多，冇乜嘢好討論。將越多人拖落水，就越能分散注意力，大眾亦會感到資訊疲勞，漸漸就冇精神時間尋根究底啦。我認為真正值得記住嘅就係2隻勞力士，以及第一時間刪光微博躲起嚟嘅極光光。要揾出真相，你只需掌握1-2條關鍵線索，而唔係追住噪音走。不過喺9月15號左右，案情卻出現令人意想不到嘅轉捩點。一個叫新奇嘅人忽然被瘋傳係整件案嘅 Big Boss， 仲有人指佢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嘅私生子，原名辛曉紅。引爆消息嘅係都係寫簡體字講普通話嘅海外自媒體，好似 X 平台上嘅新聞調查，號稱前媒體人嘅蔡慎坤之類。證據係乜嘢呢？就係幾張喺我睇嚟算不上證據嘅網絡圖片，或所謂嘅網民報料。簡單嚟講，來源即係 Trust me bro。儘管消息來源不明，但呢個新奇的確值得一談。不少人以為中國網絡已刪光佢嘅資料，其實不是，網上仍有新奇嘅報道。百度百科依然有佢嘅詞條，豆瓣有佢嘅專頁，包括照片，微博亦可搜到佢嘅名字，儘管唔係佢嘅賬號。綜合各方資料，新奇生於1991年，係湖北十堰人，現任十堰駐邦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CEO， 十堰市駐邦藝術團法人代表。值得留意嘅係，佢20歲已經入行，從事娛樂行銷、藝人經紀、影視策劃製片工作，參與多部影視專案總策劃。2015年底轉軌道，開始製作新媒體短片，加入名導賈樟柯新媒體公司以上傳媒，擔任高級合夥人及副總經理，兼任柯首映、賈樟柯發起嘅網上影展嘅 COO。年紀輕輕已能夠喺極端勢力跟紅頂白個娛樂圈當製片出品人，20歲仲跟賈樟柯當合夥人，你講新奇冇後台，我係決不相信嘅。當然，新奇有後台，唔代表嗰個後台就係蔡奇，更唔代表佢跟于朦朧有關，只係佢嘅反應實在太耐人尋味。換作一個普通人被抹黑，總會循例發文澄清一下，
啱唔啱？但新奇咁樣一位有頭有面嘅影視界人物，卻好似連社交平台賬號都冇。即使近日出咗大事，佢個名字轟傳海內外，新奇始終不發一言。咁樣嘅反應，點樣睇都唔尋常。我唔推測邊個係兇手，更唔想編乜嘢陰謀論，除非官方願意立案調查、公開詳情，或容許知情人士披露真相，否則天唔會亮嘅。于朦朧之死已經唔係單純嘅娛樂圈新聞啦，因為好多中國人都逐漸明白，如果有2000萬粉絲嘅于朦朧亦能咁樣不明不白嘅死去，咁一介草民又會點樣呢？正如一個中國網民一針見血地指出，于朦朧事件唔係娛樂圈橋段八卦，佢係冇背景冇靠山嘅低層善良孩子，被權貴玩弄致死嘅惡性社會事件。本文獲作者授權，轉載自馮睎乾13維度 Patreon。編者按：本文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，不反映本報立場。